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行阿 wing，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隻好有日本匠人魂嘅手錶，就係呢隻嚟自日本嘅 Masterwork。呢個品牌標榜日本機芯、日本製造，而且用料同埋打磨都係落足心機。呢個品牌呢款手錶最值得我哋留意嘅呢，就係佢嘅工藝，成個錶殼係採用緊 316L 不鏽鋼。佢嘅錶圈同埋錶殼係用咗鏡面拋光同埋拉絲打磨嘅交替處理，拋光咗嘅部分呢，直情可以當鏡咁照，而中間呢部分就係用咗拉絲處理。兩種打磨嘅交界線呢，非常之銳利，望落去都好清晰。手錶直徑係40mm，呢個尺寸都好百搭，適合任何手腕。再睇真下個面盤，係做咗好細密嘅沙粒紋理，就好似極幼嘅雪花咁，好有質感。而面盤上面嘅時錶係用咗立體切割嘅金屬字釘，品牌係叫佢做山形切割，每個面都係多邊形，所以喺唔同角度光線射落去都會閃出唔同嘅光，立體咁爆燈。而長短針都做得好有心思，表面係做咗拉絲，而兩側嘅邊緣呢就做咗鏡面拋光，所以喺無論咩光線下面呢，指針條邊都會有一道好 sharp 嘅光邊，就連擺咗喺9時位置嘅日曆槍都有個金屬框框住，一啲都唔馬虎。再配搭埋佢呢個落重本嘅藍寶石水晶錶面，基本上日常嘅鎖匙啊、沙塵呢都唔會刮花到個錶面。另外，亦都配備有100米嘅防水，採用旋入式嘅鎖把的，採用緊全實心嘅鋼錶帶，手感夠晒實在。打磨風格同錶殼亦都係一致，所以成隻錶嘅線條呢都好連貫。錶扣係用上咗按壓式嘅蝴蝶錶扣，穿戴都好方便。再反轉個錶底睇下，今次係用上咗紅色藍寶石嘅底蓋。透過底蓋就會見到呢款手錶係用緊日本 Citizen 旗下嘅 Miyota 8系自動上鏈機械機芯。呢款機芯出名耐用、穩定同埋準確，有手動上鏈同埋停秒嘅功能。錶面亦都打住 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。官網定價係4680蚊，咁我哋都做緊個折扣優惠，折咗3000幾蚊就買到。3000幾蚊就可以入手到呢隻做工打磨咁細緻、日本機芯，仲要係日本製造嘅手錶。錶迷千祈唔好錯過啦！有興趣嘅錶迷呢，可以上嚟門市試下。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嘅觀眾，可以 share、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可以第一時間獲得我哋最新嘅手錶資訊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